耶穌從死裏復活以後，向門徒顯現。他們吃完早飯，耶穌對西門彼得說：約翰的兒子西門，你愛我比這些更深麼？彼得說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我在提比哩海邊，復活之主向我顯現，他在岸上預備把苾轎，有魚有餅，更有主有情。主啊，你知道我愛你，誰有失敗鴛鴦？求你賜聖靈剛強我心靈，全心愛你，跟你到天家。